這個社宅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要獲取這個基地最大的好處。它面東面西開闊，所以我們面東面西總共有12個空中花園。空中花園它是沒有建築容積的，所以才能夠通透。整合之後，我們多了空中開放空間，總戶數沒有少，因為是我們做整體的容積調派。這個空中花園走在每一層的走廊，都會有光線流進來，所以這是一個不折不扣舒適的陽光宅。空間完成之後，大家是在這裡除了居住之外，有溝通，這個就是社會住宅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之一，而不是全部擠壓在一棟建築物，除了居住沒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樓4個吧台亭，以及2樓的洗衣空間、公設空間，這個地方的公設是毫不吝嗇的發放給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過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樓的中庭貫穿了在西邊的台南公園、東邊的成大力行校區，以及未來鐵路地下化以後的遺址公園。所以我們把地面的開放空間還給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過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東呢，這次招租有376戶，那其中有分3個房型，一房型有221戶，那2房型有122戶，3房型有33戶。那我們目前受理的期間呢，總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請。那我們預計是在3月份的時候，會在做這個線上直播的抽籤。目前入住預期是6月1號開始做起租入住。1樓的部分，咱還有迄個幼兒園，還有公托，還有日照中心，這個部分讓未來對咱這個環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質啦。大家攏認為講伊的租金較貴啦，其實咱是以這個市價的4折到8折，你當然袂當去加鄰地較比啊，而且是精華區，像這個部分有這個差別，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個品質咯。這個地點做好，面對公園，佮有車站，未來佮佇咱的高鐵地下化遮的公園這個服務設施邊佮有城台所以遮會當幫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務。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這個地方地點非常好，就在小東地下道上來，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說交通四通八達，是縫合都市的第一線。那也是在台南公園的正對面，距離車站近，距離成大以及成大醫院以及這個公園都非常方便。那這個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實上從賴清德總統擔任市長的時候開始規劃，我們現在開始一戶一戶的完成，現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夠共同打造我們非常好的一個居住正義的一個社宅政策，還有加上包租代管，還有加上租金補貼，這些能夠大幅降低民眾的負擔，能夠讓民眾這個有更好的一個居住品質。總之，今天的宜居小東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期待。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2月24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迎接每年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亭輝，延續多年來傳統，在多位黨籍議員陪同之下，共同召開記者會，再度推出全新設計每年創意 DIY 小提燈。今年的會燈不只是趣味十足的搖搖馬造型，
更加是第一屆將台南市具有代表性的龍魚傘、甲城市意象用入會場的設計當中。祝大家元宵節快樂！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議員陳怡貞、陳秋平、陳碧玉、蔡秋蘭、吳通良、周麗金、李偉智、郭清華以及服務團隊執行長創全等人的陪同下，將陳廷輝每年創意小花燈介紹給市民朋友。小花燈的創作意象，融入了拿花、酸雅、珍珠奶茶、沙巴魚等具有台南代表性的圖案加入，展現台南產業競爭力，甲城市驕傲象徵。我們台南整個農業、漁業，可以說我們希望把它的意象做結合。我們這一次花燈不再是只有花燈，而是台南可以走的名片。會當給大家看到咱台南的特色，我們有蝴蝶蘭，我們有虱目魚，有芒果，我們有珍珠奶茶。然後我們也代表了我們永遠屹立不搖在台南的每個角落，甚至是我們要拿得台南第一，我們要拿得台灣第一，走遍全世界。陳廷輝講，今年選擇以搖搖馬作為主題，除了每年象徵，更帶有一站對着城市的情感寓意。去年台南歷經南西大地震等天災挑戰，城市一處處面對考驗，但市民互相扶持，團結做伙，行過難關，讓乘客感受到台南的韌性和溫度。南西大地震還有丹納斯颱風，可以說對台南是重震，那非常重大的一個創擊的當中，但是我們台南人非常的團結，我們大家齊心協力，然後共同度過難關。所以搖搖馬就是代表在去年當中，我們台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搖搖的狀態，但是我們穩住了。陳廷輝表示，每年的創意花燈攏是團隊為零開始構思，希望在節慶氛圍中傳達城市的信心和溫度。今年特別以台南第一為精神主軸，象徵台南在農業、科技、文化和城市發展上持續前進。也希望市民朋友在夜花燈走出的時陣，嘛會當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活力和希望。另外，每年創意小花燈數量有限，若想要索取，會當到畫面上這議員服務處來詢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市成功國小配合赤崁文化園區的整建，為107學年度開始借用文賢國中上課，歷經7天的時間整建，成功國小在今年總算有了新的校舍。學校特別舉辦溫馨的會計儀式，市長黃偉哲也出席，甲師生共同來見證。成功起飛，市政起飛，耶！成功國小配合赤崁文化園區規劃鐵道重建，但期間因為發現歷史遺跡甲工程時間問題，造成工期延後。原本規劃在2004年寒假完工，後來因為升級校園設備而延後。不過總算在今年順利完工。成功國小特別舉辦溫馨的返家儀式，歡喜迎接新校舍落成。第一次回到這個學校上課，可以看到比較新的地方，然後還有比較好玩的地方，很開心啊。對，我覺得可以在新的剛落成的學校上課，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榮幸的事情。對，我在這裡，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可以拿到新的東西。千呼萬喚始出來，等很久了，該回來了，終於回來了。我希望成功國小回來之後，招生更順利，然後更蓬勃發展，要成功，要成功。黃偉哲表示，成功國小校舍重建，會當講是千呼萬喚始出來，過程是一波三折，為學生在時間第一年入學，一直到明年要畢業，才趕上在新校舍舉辦畢業典禮，使人感傷。好在即馬時間完成，學生會當回來到學校上課，是一件幸福的代誌。有人1年級的時候進入成功國小，到6年級的時候呢，勉強使用他們的這個新校舍的這個活動中心來辦畢業典禮，真的是讓人家聽起來也是蠻感傷的。但是現在終於這個完成了，讓同學可以進駐在裡面上課了。
現在的新的成功國小的同學是幸福的，但是呢，中間的曲折很少人知道。我們也謝謝工程人員的辛苦，謝謝文化局、公務局還有教育局大家的努力，終於能夠讓成功國小入學成功。也希望同學們學習成功，能夠讓同學們能夠在新校舍快樂愉快的這個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的這個上課。黃偉特強調，校園設計以赤崁曙光為理念，融合現代建築美學甲歷史重要意象，象徵傳承甲永續。伊也期待囡仔在全新的環境中快樂成長，從容學習。開學第一天，黃偉特也向學生發話，勉勵大家盡快修身，迎接新學期的挑戰。伊指出，市府在財政困難下，也是積極推動教育建設，配合中央生生有平板政策。另外，佫投入2億7千萬，讓學生盡早接軌科技甲 AI 教育，享有數位學習紅利。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陪伴民眾迎接新年有新氣象，提早找到好頭路。台南就業中心推出開春第一場現場精彩活動，邀請4間優質的企業，提供91個工作機會。除了予求職的民眾多元的選擇，前20名民眾閣有摕到開春紅包。台南就業中心延續過年之前，予民眾找頭路安心過年的時機，所舉辦4場的聯合競賽，已經有7成的滿學率。過年以後，為了陪伴民眾也有機會搶好頭路。24號特別加碼辦開春第一場競賽，邀請4間優質企業提供91個工作機會，而且前20名民眾也贈送開春紅包，祝賀求職順利，有一個好彩頭。我們邀請到了幾家的優質廠商，像美聯社、特力屋、大元皇冠，那釋出的還蠻多元的一些職缺。那我們職缺涵蓋有門市人員、房務跟餐飲等等。那我們希望現場來的求職民眾都能夠找到很好的一個工作機會。就業中心強調，除了精彩活動，針對中高齡以及想要重新回到職場的婦女朋友，勞動部有提供就業獎勵加婦女再就業的計劃，回歸職場上濟當領6萬塊的獎助金，歡迎求職的民眾多加利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成大病院小兒部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成立台灣神經多元發展中心，以跨專業的整合服務作為核心，提供兒童為學齡前到青少年階段神經多樣性發展評估甲支持。神經多元性是指認知、行為甲的學習表現上呈現多元發展樣態的族群。包括自閉光譜症候群、過動、甲着注意力無集中、學習障礙等。成大病院小兒部甲着美國加州大學的分校來合作，成立台灣神經多元發展中心，希望建立跨專業的整合服務。這個神經多元發展呢，它跟過去的觀念不一樣啊，它強調的是我們大腦的發展。本身就存在一些差異性跟多樣性啊，它不是疾病，它也不是缺陷，它本來就是人類發展的一種對多樣性的哈，那所以它更需要我們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尊重啊，而且他們如果在合適的制止之下，他們一定發揮他們的專長哈。那也因為如此哈，所以它需要長期的一個關注以及跨領域的資源的投入啊，不僅是在我們醫療照護上，而且從他們從小接受教育，將來長大之後在職業，甚至我們的政策面都需要重新的調整，重新的去審視啦。成大病院院長李錦華嘛表示，台灣神經多元發展中心是參考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多元發展友善門診的服務模式，甲着臨床的經驗，整合醫療、心理、教育甲着社會支持的資源，發展符合國內需求的服務模式。年來，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其實全球兒童的健康的趨勢已經慢慢的從存活
到能夠自我成就跟社會成就的領域去發展。所以其實我們就必須知道，我們追求的並不是兒童的平安長大，不是的，這個已經是一個地板的，這不是天花板了哦。所以我們是要怎麼讓每個兒童在這個社會裡面能夠發展他獨特的生命，能夠充滿支持，一個支持的環境底下，能夠綻放自己的光芒。在醫療專業、國際經驗，甲在民間的支持，新台病醫適宜部醫師陳立文嘛表示，未來醫療的模式不只是正常的治療，而是轉向支持的發展。中心將持續建構系統化的服務流程，提供正確式的評估甲的諮詢，作為兒童甲的家庭重要的支持平台。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接下來醫療新聞要帶觀眾朋友來了解肛門瘙癢的診斷甲照護，因為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清潔做無好，或者是過度的清潔、食物件刺激、感染甲寄生蟲，以及疾病等等。只靠家己抹藥啊，無法度真正解決問題。醫師建議要找出正確的原因，才會當對症治療。肛門瘙癢是真濟人真歹開喙，卻相當常見的症狀。貴綜合病院一般外科醫師楊富飛表示，如果肛門甲着周圍的皮膚長期出現瘙癢、灼熱感，甚至伴隨着紅腫甲着破皮，都要特別注意。肛門瘙癢症其實比想象中的還要常見哦，大部分來到門診的病人。絕大多數其實都是因為過度清潔，大家往往都會擔心，就是肛門是不是沒擦乾淨，所以才會造成瘙癢。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壓力大的青壯年的這些族群呢，他就會變得更加變本加厲的去做肛門的清潔。那這樣的過度清潔反而會導致我們的皮膚變得比較敏感，容易受到刺激。那在長時間反覆這樣子過度清潔的情況下，其實皮膚它的屏障會越來越脆弱。所以最起初的症狀除了瘙癢之外，在時間越來越長，皮膚一直持續受到刺激之後，除了瘙癢，其實會合併一些皮膚泛紅、浸潤，甚至到疼痛的情況。那少數的病人呢，因為長時間這樣子不適的症狀，其實不止就是身體的情況會受到影響，其實心靈層面也會有蠻大的負擔。所以這些病人其實只要勇敢來就醫，我們在早期就介入治療，其實症狀很快在1-2週之內就可以達到緩解。在治療方面，醫師嘛強調。上重要的就是要找出真正的病因，對症來下藥，配合外因甲着口服的藥物治療，以及生活習慣的改善，真緊就會用來恢復。治療的話，其實主要還是要去看它的成因哦。除了剛剛說到的清潔問題之外，有一部分的病人其實是因為一些肛門的疾病，包括痔瘡、瘻管等等的哈，或者有一些其實是因為飲食食物造成的一些刺激。那所以來到門診，我們會比較詳細的去詢問這些病史的問題，那去從裡面找到可能的原因，來建議病人調整生活的習慣。那會再搭配一些不管是外用藥或口服藥的治療，來幫助病人快速的緩解症狀。所以我們的治療它其實不是單一的治療，它必須要去跟病人討論他的生活、他的症狀，來幫忙找到正確的病因，才可以達到就是比較好的治療。醫師強調，雖然多數的肛門瘙癢症狀是良性的，但如果合併排便習慣的改變、不明原因的出血，或者是肛門附近出現硬塊等警訊，就要趕緊來就醫檢查，才能安心排除風險，恢復正常的生活品質。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世界棒球經典賽將要登場，台灣再度出現棒球熱潮。台南市文化局特別在愛國婦人會館推出紅仔鳥棒球故事特展，並且開賣紅仔鳥棒球姿勢模型，總共推出5種的造型，要讓民眾早登去收藏。
戴上手套把球投出去，拿起球棒奮力一揮。台南城市吉祥物航安喵這回因應世界棒球經典賽，化身為投手、捕手和打者，要替中華隊來應援。光是在社群上的動畫，就讓不少人直呼超可愛，就連實體公仔一開放預購，也都搶着收藏。棒球造型看起來比想象中可愛啊！对啊，比想象中可爱。之前的话是比较猫咪狀態的那個姿勢嘛，大家都很熱衷的一個棒球運動賽事嘛，所以如果扯到棒球的話，其實大家都會蠻有那個共同話題。濃縮棒球運動的動態張力與角色魅力，總共設計出5款造型，當中有滑壘得分的姿勢最令人期待。在愛國婦人館2樓，文化局特別透過場景建構與故事鋪陳，讓航安喵穿梭在熱血的球場中，現場也準備手拿牌道具，讓民眾與航安喵同歡合影。背板的部分，我們時間是8點26，其實就是我們2026年，就是今年。那得分的部分的話，我們是16比24，就是1624。那安打數是20比24，就是2024。蠻情境式的一個布置，就是讓民眾來到愛國婦人館的2樓，然後好像可以進入到一個由航安喵作為打擊棒球選手的一個場域，結合棒球運動與城市 IP 創意，將球場上的拼搏精神融入展場。隨着世界棒球經典賽登場，台灣再度掀起棒球熱，這股風潮也吹進台南的文化場域。記者蘇懷騰的報道。高雄鹽埕區有一間古早味的麵店，大米為台北，分量十足 ，CP 值高，介紹嘛真俗。一開檔就馬上有來交關，人客表示不止湯甲麵的分量真濟，而且口味真好，吃會出真材實料。鹽埕區大舞台市場旁，一家40多年樸實又有懷舊感的麵攤，每到用餐時間，人潮就湧進來。民眾表示，乾麵、米苔目分量十足 ，CP 值高，價格也很便宜。乾麵麵條軟硬適中。豆芽菜也很多，再加上滿滿肉燥，還有蒜泥，更加提味。他們特色就是符合我們一般的市民家常所吃的麵啊，尤其是它的麵非常的可口，尤其它的蒜味都是我們一般都可以接受的麵點，尤其它的一些湯，而且它的各個小菜也都很不錯，我們都很喜歡這個陳媽媽的麵店。我買了米苔目跟乾麵。然後還有小菜，然後通常它的米苔目分量 CP 值很高，份小碗的其實是大碗份這樣子。民眾表示，一碗乾麵再加上豬血湯搭配，便宜好吃，分量多，一餐下來飽足感滿滿。而一旁滷味小菜也很入味，如果配上薑醋醬油膏，也是別有風味。麵湯料多實在，每樣餐點都很好吃，重點是還很平價。就是古早味，因為這從很早在那邊那個阿巴丁旁邊，我們就那搬過來這邊的啊。跟着這樣來吃。對對。他們的滷味小菜。都不錯啊，很道地啊，很傳統的味道。攏好吃，口味攏袂歹。乾麵、骨肉湯，每天骨肉湯都被追着跑。真的。所以這個詢問度很高。對啊，豬血湯也不錯。民眾推薦的還有豬血大腸湯、骨肉湯，而豬血很軟嫩，湯頭也很好。骨肉湯則是民眾大推，晚來一定落空，所以要吃鹽埕在地古早味道的麵時，手腳真的要快。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2026桃園燈會將在2月25號登場，桃園市政府嘛正式公布會買遙桃園燈會主燈，以及馬上發燒提燈。記者會閣特別邀請金馬獎的影后國民阿嬤陳淑鳳出席，邀請大家做伙去桃園踅燈會。3、2、1，2026桃園。2026桃園燈會飛馬耀桃園即將從2月25號到3月8號，在虎頭山創新園區、南崁溪水岸、三民運動公園，分別以未來光遇、森韻流域、Ditto Friends 樂園特色燈區登場。主燈與馬上發小提燈也在宣傳記者會正式亮相，邀請民眾來桃園慶元宵。
很快就要過年，當然過年的時候大家就很快又想到說接的就是元宵節，那對燈會一定有所期待。今年我們的桃園燈會會在我們的虎頭山園區，馬年，所以我們用這個飛馬耀桃園當做主題，當做我們的今年的主燈，在虎頭山園區，同時在南崁溪畔還有三民運動公園也都是我們燈會的展場。另外呢，每年小朋友都非常喜歡的小提燈，今年我們做了一個小提燈，今年的燈會非常非常的精彩。那麼在這邊邀請所有的市民朋友，2月25號到3月8號，我們虎頭山園區見。飛馬耀桃園主燈以超過300個金屬切面組構出飛馬奔騰的姿態，翅膀運用多軸翼載機械臂技術達到動態展翼效果，而且從設計到組裝都在桃園完成，別具意義。對，我們這一次主燈的設計呢，是用一個巨大的飛馬來代表桃園。那為什麼會用飛馬的原因，是因為桃園是國門之都，也是我們所有民眾啟程以及回歸家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城市。對，那我們在整個的設計上面來講，我們是希望在12年後的馬年，大家依然能夠回顧到桃園的這一批金屬打造的飛馬。那同時，我們也結合了我們航空的一些廢棄的鋁材，來重新去再生，去讓所有的材料能夠有新的一個生命。對，我們這一次的整個主燈，從所謂的制作、生產到規劃，我們都在桃園在地的廠商打造。那目的呢，也是為了迎合我們在桃園的這個科技金屬的這一個部分的產業發展。對，那當然也同時非常的感謝桃園能給這一個本土文化孵化的一個機會，讓桃園的在地的廠商以及我們台灣本土的設計，能夠在桃園發光發熱。由紙雕大師洪新富設計的小提燈，馬上8極具巧思，結合飛機造型與存錢筒功能，兼具收藏價值跟環保永續理念。這個是中間是錢哦，哈哦，錢啊，賺錢，馬上就賺錢，馬上就賺錢哈風一吹，它到時候會微微的轉啊。然後呢，接下來有沒有發現下面的輪子是也是錢，有錢圖，哇！然後呢，再來呢是，我們是馬年，所以是馬機長，穩健的馬機長，登高望遠，帶着大家一起往前進。那另外呢，這個題線大家看一下哈，我們的題線呢是，馬上有錢。那最重要是，我們的提把，各位拿到的時候手裡有錢，這才是關鍵啊。宣傳記者會中也呼應金馬主題，邀請金馬獎影后國民阿嬤陳淑芳出席。桃園燈會將從2月25號到3月8號登場，除了3大展區，還結合9大宮廟設置宗教祈福燈組，並在成功路打造光影廊道串聯舊城區，歡迎大家一起來賞燈。記者賴偉一屯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2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阿嬤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波比哦。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好帥哦！新車酷吧？
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電動二輪車要懸掛牌照、投保強制險，還要你滿14歲，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麼啊？有這麼多規定哦？